保养术款，后上太上工，有法太加工。耶！好，乡亲朋友又到了俺哋老后上人乡下来打最久嘅时间，我系土司做下中古吼。俺哋平常时有啲行为会俾旁边嘅人吃到当奇怪，有冇两种嘅行为会出现哦？到底俺哋生活当中有乜嘅怪癖会出现哦？基本嘅，俺哋就聽到後生人來討論一下，到底俺哋生活當中會出現乜嘅怪怪嘅行為啊？掌聲歡迎基本嘅後生人。首先歡迎係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專務卡主動唱白眉嘅子怡。感謝俺哋白眉。第一集嘅歡迎係李嘉。大家好，我係最唔乖乖嘅真送嘉嘉李嘉。條蝦唔係按你講嘅，好是蒙李嘉。第三集嘅有請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係正經吼真係吼完全冇怪癖嘅白鉗乖寶寶。謝謝乖寶寶。第四集俺哋會歡迎係慧琪。冇怪癖嘅應該係嗌係慧琪呢。好，是蒙慧琪。最尾一集嘅小嘅係小鳳。哦，大家好，我係怪癖熱太頭嘅小鳳。哦，只有小鳳基本最誠實、最坦白。一定有嘛？冇。哎，剛好有講到哈，怪癖嘅提防。哎，你先來做一個心理測驗好嗎？看到這4個數字，西沙松木4號，觀眾朋友咪傾下來做一下。第一個係 A 109郎，第二係28372837，第三係9468，第四係8162，選一個。直覺 A B C D 好冇？都得看到兩條數目詞，老太家怪癖可能有關係哦。趕快憑直覺，只要3秒鐘的事情，為什麼要選那麼久？慎選不需要，馬上評嘛，要全部後誒，全部後誒哈。冇以上皆是哦，沒有以上皆是，快點，就存你傻聽聽哈。好，你來先看第一啥 A 109郎，你猜從冇哈？先到109郎嘅人哈，唐講係老性癖好有關係，就會你會變乖乖嘅人哈。不，好險，性癖好就會講哈。可能會給到那個內衣大盜啊，又係嘛個怪叔叔、怪阿姨啊，就會選 A，你可能老性癖好有關。難怪我看到我就動腦，109。那你怎麼沒有選啊？我很討厭啊，看到一數字我就冇好。哦，選 B 嘅人有子瑜，乜啥？超子瑜聽聽。哦，先到230嘅可能老強迫症有關係，大家都有強迫症啊。有準。對啊，比如講可能老人講法一定會咬數字。之類的舉例，或者偏數嘅時候，跟衛生紙聽說來對都扯，對起來，加上會按呢樣嘢。第三個按來看 C 選 C 是誰？三個兩種怪癖佬，水魔強迫症，變裝癖。變裝癖，乜係變裝癖？就會講可能唔好做大夫啊，唔好做大嬸啊，哦，很時尚這樣，時尚尖端，時尚最時尚，就係咁啊。好，最尾一個就係好錢呢，準，好錢，愛錢癖啊，就係嘛講哦，還有講，網上有講兩種人啊，會攞大眾嘅鈔票紙鈔啊。都搞潤過，會屈過呢，會叫運過。有一些人正常，咁樣我動好錢，我係錢推點樣熬夜喂，來聽到是的。冇錯哦，係。唔講網上講吼，你4錢嘅人吼，就你選 D 嘅人吼，攀得4錢，你冇準呢，你動好4錢的，唔攀得4哦，係啊，上次不喲，你什麼都好啦。你看4都那便宜，唔係17屆就好。答對了，對了，兩個心理測驗，喺老開甲講聽聽啊，可能有些準，有啲冇準，冇唔怕，因為人見面來討論，到底乜嘅係怪癖，大家知道到底怪癖係乜嘅呢？自己。我感覺怪癖就係你自家出去生活當中嘅細嘅習慣，還有對其他人嘅習慣，係有啲事情感覺冇乜爽快嘅。怪癖就係咁咯，就我知道可能係與眾不同的習慣，係唔係？與眾不同，跟小鳳知道怪癖係乜嘅？應該係小
马个小什么小习惯，你讲吧讲哈夹因为掉诶，嘿，因为伊个习惯呐，小习惯，习惯啊就已经惯性，无安尼想要吃也安尼做惯性啊，惯哎，性。你真眼懂挑你不会跟他讲就哎，你应该要选 A 啊，那哎，你是性癖好啊。没啦，这个贵语啊，客家国语啊，哎，有一个小习惯。哎，好嘞，哎，你迄9点的节目，唔係12點的節目。cái chủ題咧，以前講cái地間吃到咯。我去家就吃到迄老拼人无共用的素菜，还讲迄个乖片，你还去家个吃到也唔系乖片哟。因为乖片就會拼人吃到乖，去噶去家吃到懂真少。真嘅，去噶懂送快，千人吃到乖，有搭機咧千。人吃到乖，去噶感覺懂送快。有搭機，cái白唔知道嘛，cái 乖片我記得。強龍啊，自家無做起咯，凍爽哦，其實會咁個凍機佢凍變態嘅事情哦，本來變凍變態，要故意送，要故意送，cái鬼片哦，你知道咯？即係好特別嘅習慣啊，係啊，係有可能咩安尼啦，吼。係啊剛才講到按一太簡單，都帶太界乖片油嘛，該先來分享一下，好冇？自己先來分享，七界乖片油嘛該。我乖片有4隻，第一隻先講係水平乖片。水平乖片，嘛該很多水平乖因為片。青農人好是人家，那係你是人家就會有水平出去下杯嘛，順風下杯都順風流下杯，我就看到就唔爽快，這是一種強迫症，對不對？你上古上係現逼呀，沒有，因為就我那些看到，像我自家有時人嘅我自家會包個衛生紙，我我看到配上人沒有水平，我會聽書記包起來。你都按解剖了。我蹦出記嘅嘛，因為我看到就唔爽快啊。嘅天氣嘅就係吃東西嘅聲音，就會。哦，就黑兩根腸，很好吃。哎，這個懂冇禮貌呢？好咧，都冇事呢。快片咯。唔係因為真年輕人嘅時節，有啲人是當你就冇。所以唔會 happy 來聲。青苔啊！所以拔到太奇怪呢。所以拔太空呢，矮啲啦，佢空氣落去可能有氧化作用比較好吃。唔過其實矮啲唔會乖騙人啦，因為矮講我哋係矮設計嘅乖片，佢說但係真嘅有人按用型矮妹唔會講點點，矮妹唔會矮係。你怎麼個老師？黑一般就冇老師食飯。我係分散注意力，係嘅。第三就係佢唔強將矮家，還有講到衝白眉。係，第四站咩係衝白眉，因為第三站係老病熊還有天絲對花。你係咩冇朋友啊？其實我嘅朋友真係清少啦，係嗰時。嗰個唔得，會老病熊，會老天絲講法。你老病熊一個嘛嘅？唔係，因為以前我帶我背，我就去㗎。帶嘛，古時候我在煮東西啊，有時我只要選個人就會打開講，哎，裡面有什麼東西啊？我看看你肚子裡有什麼東西。天哪，阿妹愛。因為打開我說，哎，那我們今天煮什麼什麼？後麼啊？哦，好。給天絲呢？天絲就會，那係天絲有啲快快的，就是說你不可以這樣，大天龍嘅時幾秒會。有啲快快嘅事，拍大嘅事，我就會講不可以這樣哦，我要去講翻。佢最尾啥咧？呢批天秤係因為人哋時常看天陽啊、天絲，佢說有啲人老愛看下看啲記住講個愛青老人，因為我那看到青片，那係反應我養嘅時候，我就會非常嘅欠，我就會講怎麼可以這樣子？你真係太壞了！我係有聲音，還係有狗啊、細條，我說什麼哇皮太可憐了，什麼哎呦，係。我傻眼，我無話可說，跟車縫呢？來乖票，你有9個，對不對？你先來講一個好不好？9個。我最好奇，最好奇的就係數董某漢。數董某漢。聽起來是不是不能播的地方？唔係，佢董真爽還是講視察嘅時節，來數把董某漢，伊還可能愛用狗誒。哦，一還可能有偏發，可能又賴一下，又看一下，又數董某漢啦，係啊，一18歲董人唄。眼唔開哦，即爆出衰係冇？因為我專門攞冰菜米嘅，我啲屋企專門冰菜米嘅，有時候食強暴會壓迫到腦神經，對嘛？腦缺氧就會動冇衰。因為你係應該衝去，兩下看唔可以啦，兩下食飽我要
就是出去走走运动的。好，等一下超多，应该等一下转来这样问你嘛，该去夹酸条好吗？哦，好啊。乡亲朋友，先俩下先太夹，先去夹都不卡上一下。都在有嘛个乖票，还偏上你吃到你懂乖，刚问一下顺丰的阿爸阿妹啊，等下转来个继续来讨论一下小凤其他假酸条都在黑嘛该了，先聊一下。基本上係變了吹氣就係夾腳拖，就宅男嘛。寒天嘅時間咩？就宅。係咩？寒甜咩？沒係啊，係啊。啊，加酸條就那個東西就很喜歡加蒜啊。那個提拉米蘇，加蒜。你話呢？哎，真係靚嘅。ice cream。那個鼻屎哈，喺泰雅講一定要講嘅，就知道我冇那個清理，不是清鼻子，清鼻孔，要懂真爽嘛，要冇嘛該啊。係啊。哦，觀眾朋友又到轉嚟，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，剛才問到小鳳問到一班吼，都在嘅。洗省前哦是東人不呀，就知道講洗澡前，來清理一下，安尼較強力啊。我沒不啦，其實個。係啊呀，東人就不會吧，係嘛？不會。做乜嘅熱天愛到洗澡前？因為洗澡前，你這樣解決完之後，我知道洗完你就可以順便洗澡。哦，沒啦，就是一直講安尼較強力。還有泰雅妹聽，等下東人不會，然後上廁所的時候不會告訴機誒。有嘛？對，啊，沒文明病的啦。嘿呀，你看洗澡前大便太假咩boy，告訴幾個太假咩 boy，個大便最好啦。用嚟大便。皮蛋出師傅，太假 boy。皮蛋，你用買皮蛋？皮就你用嚟皮？擦屁股啊！你要示範嗎？不要，不要好了，不要。沒有問題。來一次。那係皮啊，呀，給師傅就合起來。那有冇強力嗎？對啊。我條班我們唔提供兩係乖片，對嗎？嘿，人家說旁觀者清，我就冇嗌家人啦，吼。反正冇到嗌張提供，就嗌按嚟聽聽，對嗎？裡面嚟知道按嚟咩吼？喂，歐洲對嗎？跟水個歐洲水啲嘅帶下，跟同做得冇按明顯。我講到你唔係乖片，你喺細細時。好白聽，有咩冇乜唔好啊？係咩出動槍力啊？係啦，跟其他部分哦，穿拖鞋就係嗌動好穿拖鞋啦。不管乜嘅時間，基本上係變咗吹氣就係夾腳拖，就宅男嘛。寒天嘅時間咩？就宅。寒天咩？沒係啊，係啊。啊加蒜條就那個東西就很喜歡加蒜啊。那個提拉米蘇，加蒜。你話呢？哎，真係靚嘅。ice cream。那個鼻屎哈，喺泰雅講一定要講嘅，就知道我冇那個清理，不是清鼻子，清鼻孔，要懂真爽嘛，要冇嘛該啊。嗰日指定位置，意思是講我不用東西，有我專門好嘅味素。這個還好，這個還好，就放東西很固定，比如說回到家我壽司我不用帶，一天，因為會唔見體啦，有時候一定會固定。口袋的零錢我不用帶。我覺得這是好的強迫症，只有唯一好的只有這個。認同啦哈，涼涼的味道，要東飲對不對哦？係涼涼的味道，就講那個萬金油啊，香茅油啦，綠油精啊，綠油精挺貴啦，要再高等一點。我要推薦給乜嘅推薦啊？涼的那個，因為有青島的牌古時候我買唔錯嘞，我用過。最後一點睡覺攻擊，這個很抱歉啦。抱歉誰？我老婆。王太太排誰？因為我條班我13年，我是睡雙人床加大，我半夜我睡覺是順時鐘睡，一點睡這。哦，古時候都只有還會轉到真，還用真手你知嘛？然後有時候學表演運動，你知道嗎？因為睡覺，然後就是睡覺會攻擊人哦，跟男朋友睡冇睡下，就數來腳來，咩？佢送還唔一樣地方，我只要一旦睡着，他怎麼推都，你送會盤啊高一咩？夾屁股從下去另外。當時我就說要分開睡了。哎呀，還好不是分。不要啦，應該就分房。哦，什麼乖片日淺淡呢？小鳳有9個不算多嗎？很多，還好啦。唐貢 freaking 懂事哈，你嘅乖片。
我糖至於講聽，我是都我凍淨霜。凍淨霜，你也有嘛個？有體內、馬桶、房間。係。其實是體內，我總在看到體內有頭拿毛，還有一點點小灰塵，係啊，所以兩邊唔算怪飄嘛，吼。潔癖，可是你會不會很嚴重啊？凍黏蟲？是係，我可能造型好漂亮，我是伸手體內，然後拖地大概拖2次，和凍久係我都好高專業，我看我就會再夠又再拖一次，是不會再少。你想要認證清潔工哦？習慣的啦。如果有設計就會潤毛啊。唔會，我唔係造風，我唔會潤毛。咩啊？洗每件就看跳拿毛懂會點？係啊，所以我是當日一定會3次啦，早中晚上。但係有朋友愛用誒，去加部卡料就阿里青苔。阿里青苔這個會跳拿毛懂？我去加了一樣。唔會啊，戴羽毛槍啊。那個建議你要戴那個浴帽。戴羽毛一進門就戴浴帽。對啊。佢提而家是係馬桶，所以我提我唔會到。馬桶係嗎？唔會到我會偏疏。小號可以。哦，洗是冇辦法。我也是誒，沒按呢。所以你阿咩怪飄嘛？大家都那就是馬桶。提上張是係從提上張俺們其實受不了我這個怪飄，佢講俺總得到房間食東西。這個還好。係啊，我自動好多房間食東西啊。你如果在房間是出條風用改善。俺們的房間是出條風。你那所以冇規定出條風叫哪算？韓族跟改間房間是榴蓮呢。你家這都應該不看，會讓人盤死。我在講睡覺前一點點小餅乾，剛開是後我是會受強了，所以唔算怪癖啦，係啊，所以我凍淨霜。聽完那個Phui Kim 講誒，佢白欠自家嘅怪癖是什麼？我感覺吼，其實吼，我就凍到嘅怪癖吼，不過吼，該全總得到節目當講啦，就是18禁哦，11點之後才能講的。偶像包袱也有一點啦，因為哈左手比較發達一點。冇了，我就一隻怪癖吼，咩是大麻將那東西。嘿，我看到嘛個任何東西哦，像係了黑板，我是假是拄好咩一下，我是會咩一下、2下、3下、4下，咩到我感覺佢當個嘅東西哦，已經不愛咩貼咧，嘿，已經覺得我感覺哦，當個肉嘛個東西，一直摸，每個角度都要摸一遍。最好笑的是嘿，假使我開門哦，我有技術啊，嘿，我開門，假使我摸到那個門把，摸完哦，就算我已經夯出去了。還倒轉來，還是覺得上面有東西要摸好多遍，所以我媽媽哦，從前是咁講哦，你做些哦動漫哦，全部老記講哦，因為我感覺每個東西上面都有東西。你好可怕！你呢？也會。假時候我拄好碰到陌生人，還會感覺哦，好想碰一下這樣。變態，當到就某個東西，哎呦，這個東西哦，這個還蠻咩啦？夠了，你的性騷擾。好嘞，除了剛剛性騷擾以外，很變態以外，給你講哦，你知道七個有嘛個？我知道我較正常掉誒。哪裡正常？3個看起來都很不正常。我聽你一張他們真。太搞笑，在前堂那耶。先聽比較簡單。一般驗密公司係冇？懂中醫，然後偏營驗密公司。報名。尤其係熟人，尤其他的收4年，收4年，因為密公司都會世界。還真係懂送一啲喎！不是有懂得誒，從我好朋友繼續講，下個月幫我挖一下20之類的。所以有排班制，有謝謝啦，謝謝朱文做的嘛？朱文，係啊，選朱文，選朱後生。預約啦，冇啦，因為我知道驗密公司係一種成就感。你知道，他驗密公司的節目啊，就來播那個驗密公司，幫大家。建議大家他有個東西呢，耳屎棒，就會看，就會做一看得到。去改密公司，用電腦看得到，因為用手機沒做的，藍牙連接。好厲害哦！不錯，我
俺生意就冇那好呀。给报税听起来是11点以后漳州的播冇啦，俺冇像个播签按钮啦，报税就係俺动好衰梦的时间，难动到东西。就那么动到的外套啊，也係神父啊，也係娃娃，全部包在一起。那你有像你有给古天的20年的小贝贝研究吗？俺冇誒，冇20年小贝贝。我就動好難東西，係啊。有古天係嘛個型嘅，也係嘛個型。就係有，你腦動冇啦，你應該每年啊型吼，應該就會重嘅啦，重嘅就尤其係顏色嘅時節，我留喺長枕頭、共發，但係我記起應該抹晒樣係啊。不過兩個老人講嘅講法，我聽到應該懂怪，不過兩下等下再講。因為這個一定要做一個特輯。鄉親朋友，這個有乜嘅同奇怪票，等下轉來要來老太甲傾下來討論，兩下閒聊一下，等下轉來講，老人講嘅講法到底係乜嘅怪票咧？韓國唔但像係呀，這咩有一個通貨係嘛？係，唔係通貨，佢係人，唔係通貨，佢係有什麼樣嘅人嘅東西度。哦，排水眼錯，排水。佢咧就係啲人啦，洋娃娃，係好多大妹妹，就像大妹，阿姊妹妹帶佢，然後來去露營。阿姊要跟洋娃娃叫大妹妹。係，佢係大妹妹。起來不好，它是羊的品種，但是它是大妹妹。好，觀眾朋友又到咗嚟，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，家下呢家最尾有講到老人講嘅講法，聽講嘅主角今日來到你節目現場係嘛？唔錯，我先老太人講一下，也係我吃些都態度嘅愛人，古時候我說也唔係怪癖。我知道聲音世界韓州的，因為大家可能都會創造，比如芭比啊、金剛啊，還是什麼人偶啊，給總真手。冇唔錯吼，嗰啲啊，他就冇真手了。啊，我哦，唔過而家他根本要來，大家本幾種生。耶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雄。阿雄係嘛？你好棒，超可愛的吧？阿雄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叔叔，Hello，什麼叔叔？冇禮貌。可愛阿哥。兩咩怪片？兩係油片。冇片，我真正懂愛阿雄，因為我老起就會從聲音強用。所以他講國語，講客家話，還會講粵語。韓國講粵語，廣東語言都會。韓國也係愛做一上哦。你可以做一上。係啊。他沒有褲子，沒有褲子。佢冇褲嘅啊，因為佢不會都穿寶寶衣嘅啦。佢打親嘴。佢乖都穿寶寶衣，冇做過。係啊，乖票，佢乖票就會打親嘴。打親嘴打槍。因為我知道老就是熊人工嘅講法係一種安全感嘛，就像你愛聲音強用唔掂嘛，就像你要好好嚟照顧佢。然後你有發生乜嘅事情過嗎？比如講你會突擊啊，還係做嘛？係啊，我會突擊去旅行。佢就像有去非洲啊，還有去歐洲啊，佢都有去過。平地愛向下行，古上愛去嘅旅行阿雄，大家好。韓國唔但像係唔呀，這咩有一個通貨係嘛？係，唔係通貨，佢係人，唔係通貨，佢係有什麼樣嘅人嘅東西度。哦，排水眼錯，排水。佢咧就係洋啦，洋娃娃，係好多大妹妹，就像大妹，阿姊妹妹帶佢，然後來去露營。阿姊要跟洋娃娃叫大妹妹。係，係大妹妹。起來不好，它是羊的品種，但是它是大妹妹。誒，唔過咩？因為我知有一個大妹妹，故說我哋屈下全屈下都冇食羊肉，就係因為咁嘅嘢。點會呢？係，好誠心。天哪！天哪！因為我哋吃到佢就會有什麼樣嘅。就冇食羊肉。天哪！這真的是油片誒。有咩怪片？又係油片。剛剛講到按到嘅怪片，我吃到嘅你搞嘅大頭咩？哪有？唔過大家都係老年講嘅講法，對不對？嗨，阿雄。Hello。好了，阿雄閉嘴。好，他有看過主持人生氣的嗎？阿雄，哎，你嘅主持人請乖哦。我沒底。好，剛剛問到嘅就係大家七屆怪片，不過咧有時間愛人會拄唔掉騙人嘅怪片，你知道最輸不了嘅怪片係乜嘅？哦。小鳳先嚟講好冇？係啊。係啊。嘅公共空間，公共廁所，啲地方是鹽，
你嘟唔掉，哦，那真的。你是下一个我勇敢闪哦，对不对？分掉呢，分掉，分掉呢，有的会跟某重门呢，你知吗？对啊，哎呀，给我分掉，不止分掉，还会颠掉呢。ก็还有一个色也有好用啊，你吗？对。哦，那超恶心，懂欧洲，冇味色，有咩都在欧洲做安呢？对啊，就在这方面个营养，给你讲，你吃到偏银麻该给乖片嘟唔掉。吃到我们底下迄乖片无，就像磨牙。哦，不能控制吧？这个没办法，不能控制哦。嘿啦，我讲都唔中意糖压伤。我也觉得，哎，佢都在买个利息，都在本意安尼摊台上咔咔滚。嘿呀，有上时我本来上到就黑白的声音啊，用手啊那个声音，对啊，都唔中意嘿。那个嘢就係像我嘅朋友就係天奶啊，細神嘅時節天奶。細神見咗唔得濕濕。嚇，細神嘅細體佢做唔得濕濕。佢攞去頭槍來係冇？係冇唔錯。誒係咩按呢？像係啲咩按嘅？咩按？邊頭係攞嚟細槍的。而且我假使有同學也朋友來加帶牙不卡，我會攞嚟講細神過後頭天來頭槍。對啊。浴缸做對冇？浴缸，我家沒有浴缸沒關係，因為有些人那個細神喺啲浴缸底部淋浴啊，浴缸裡邊愛做的，是不是愛做？我不會聽啊，一聽會槍槍糟糟，干濕分離就好呀，就冇錢啊，跟我充電，冇錢好做啦，做得了應該給自己呢。我最熬嘅就會食東西嘅上癮嘛。就這樣。後來就因為這飲糖豆就會吃。我已經有同感，是不是？我沒動腦，在吃東西就嘴巴不閉起來一樣。跟身邊要很像落馬。身邊對啊，身邊好像有。可是吃拉麵就一定要。哎呦，唔跳呀！所以嘴巴閉起來怎麼呼吸？鼻子不能呼吸啊！你鼻子幹嘛呢？哎，學長，你剛才講嘅身邊唔跳，一係吸，唔係咬，唔係咬，吸跟咬係好咧，就唔強嘅。因為他動腦他講嘢。剛剛我笑到意思係，我都唔中意偏你吃東西嘅時間，喺我面前洗鼻涕。還知道為什麼？還知道做嘛該不按？你會覺得你好像吃進去了，是不是？對，而且你會吃到嘅。買個細菌啊，都只有出來嗰種誒，種動態高呢，動定嘅，所以嘅飛禽除得了以外，糖果你還會卡嘅聲音。宋寶倫啊，係啊，咪係食東西嘅習慣。宋寶倫那個小寶啊，其實食東西，他的那個菜撈盤愛分開來，其實該盤擺翻啲佢起來冇拍拍，其實唔可以食。所以菜都總在放到白飯上面。冇可能啊，佢偏凍。冇可能啊。係啊，所以佢一定會分開來。係叫分開來啊！像安姨賣個鐵路便當有冇？每菜是放在飯上面，佢講也唔可以食。然後佢讓講媽媽下次可不可以買那種一格一格的？定義我係定義我本事，我本事要做，其實總得以自助。我今天他只會好搞就冇辦法。係啊，佢都好搞，佢是好人嚟，所以佢其實真的，你都會給到環境，自己會改變。係啊，一把強糖講你沒有食東西乖撇哦。冇啦，講到食東西吼，我是講到我嘅傷心處啦。然後衝食到食東西係怎樣？衝食到了下吼，胃嘛計吼，做嘛計都瘦不下來嘅原因吼，我怪我嘅媽媽啦。我媽媽吼，衝食時老人講吼，假使你食東西冇食強力，你太嚟之後吼，一定會吐這個長麻之類嘅污用哦，你聽哦。所以我以前吃東西啊，不管哦，這個碗裡面對吼，衝就抽散哦。對很高哦，然後一定會老給吃強，你這麼好癲呢？吃到胃都快吐了。你看到也係凍開嘅狗肉，係啊，係凍開嘅狗肉。我點菜來鹹菜係啊，凍好啊。嘅小朋友食東西要買乖乖。愛去加食東西咩？吼，我凍好加蒜頭。剛剛有講過的嘛，就是那個提拉米蘇也要加蒜頭嘛。那個嘴。唔過你凍凍鹽包呀，從阿爸佢食嘅西城湯。也凍到黑面巴呢，也西城湯有一味很多腐椒汁，腐椒汁，咩拍腐椒喎，係腐椒汁哦，咁靚攞到粉啊，係，冇啲味咩，好感覺冇得食，凍好腐椒啊，係啊，哦，我爸爸吼貼片，老記爸爸強壯嘅乖片，我爸爸貼片當愛。
加敷胶粉哦，是每一个东西哦，日听我加敷胶粉妈妈。回去验一下 DNA 啊你。爸爸没有乖片，注意好笑，注意好笑。来，妈妈没有乖没有乖片。对哈，六才先 get 白，六才先 get 白，差不多赢的。你先讲看。出门改车间，给日听我带敷胶粉。打2下如果没有带哦，他回去拿。对，因为出门一定要带敷胶粉。太夸张了啦！改编的改编的对啊，你爸爸没有乖片，就给你质感哎。冇，爱这情感，爱知道那你爸爸还买？你爸爸就係佢帶東西聽出去夾辣椒嘅，尤其啊，其實嘅番薯哦，番薯係甜嘅吼，佢係可以夾辣椒嘅，花生麻嘅什麼粉條係夾辣椒嘅，跳太低，至於，牙尾老夾吧，強用版牙尾真係假？你沒做得一樣。對啊，應該係啊，應該係你那對。係啊。吃烤番薯啊，應該係加辣椒醬。連貫乜嘅東西，乜嘅東西。給自己這個吃東西會有乖片嗎？我唔好食雞皮，還有豬皮。我聽為你在減肥係嗎你？都好食豬皮，然後油嘅東西，像我吃空肉啊、三層嘅，我就會是炒嘅，但係油嘅我就會別睇。係愛相當愛食東西嘅乖片嘅，就係愛當好食水果子，啊，水果仁，跟對，水果仁啊。給你說牛因為肉咧，愛當怕麻煩，故所呢，全部必須講，馬該必須講有木瓜咧，冇，柳，我揀咩啊？你很壞。我要從揀咩啊？柳丁啊，亞條指甲是下黑。木瓜嘞，荔枝、木瓜是指甲嚟，荔枝給唔配錢嘅，給令狗咧，令狗分。對啊，令狗分咩分的老師？弄難寫的。天哪！走的啊，愛說話還有乜天哪！我的媽！可是我去公用啊，就有籽的。能夠吃脂肪健康，係啊，它空會平天。常講給吃東西沒有乖片，就蘸醬啊，一定要哦。重點冇。聽出來就。怎麼會這樣？什麼醬？你看到去麵店一直記到一條就敷膠粉，然後頭油啊，該係基本配備啊。和其他的不管乜嘅醬啊，都應該是一條有蘸醬，冇愛吃到冇梅頭。你前幾係下鋼煙腿標。係啊，我是冇梅頭啊。今天封你為客家之後，我該醬都走的，就是要醬。哦，其他家大家講到就大家出去食東西，還不抗議食東西有個乖片。唔講，你出去了的時間，會唔會堵到不抗議？喺身邊人有東奇乖片，可能係出去玩時候一定要怎樣，一定要怎樣，都在你出去了的時間會堵到嘛個乖片，你等下轉來個繼續來講了。可能他貼片係愛水母的時節，那個棉被嘅最後水面腳嘅片還有順風要反折起來，就是不可以讓你的腳堵出來。你的腳堵不出來，你的床那麼短。歡迎吼倒轉來，你嘅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家下有講到出去了，出去玩會堵到馬個東奇怪，有騙人嘅乖片，還是乞丐乖片，自己先來分享一下好。其實我嘅乖片，我感覺係真好嘅乖片，因為有人自己這樣子，乞丐懊惱啊，哈，珠峰鹹菜乞丐共享。因為我會參與到，因為我最了解是，我就會將東西全部擺好來，譬如講那些洗手間的東西就要放在洗手間，就有一包，然後什麼東西就是放在哪裡，就是你說在前面準備的時間，你批了後就會做下就會準備打包啦。什麼打包啦？在整理不是，就是入房進去之後就會將給，譬如說給你廚給偏瘦底部度，用給東西，應該就會變到底部度，然後把每罐都擺好，然後身體的、臉的什麼的都會擺整齊。這麼也很麻煩。對，不會很麻煩，可以先去躺一下，這樣。來先按壓。就田工你愛出去嘅東西，我要先準備好。你剛剛看到子怡翻白眼。那就這樣弄亂嗎？為什麼擺那麼整齊？飯店又沒差，不行，自己看不舒服。從出去了，從田工你愛做賣場，我要先拿出來擺好來，然後明天要用的手錶擺好，然後項鏈什麼就是。這個我會，這個我會。手錶還有分明天後天哦。三杯啦，三杯啦。所以聽英語冇做到的東西，會用到的東西先攞嚟變後生來，先攞嚟整理後生來。可能他貼片係愛水母的世界，那個棉被嘅
最后水面脚给片还有顺风要反折起来，就是不可以让你的脚堵出来。你的脚堵不出来，这样很难的。你的床那么短，你绝对堵不出来，你堵不出来，你绝对堵不出来，你放心。你切对固不出来，然后你讲，我讲法，唔可以堵出。唔係堵出床，是堵出棉被，對冇？你在客家國語啊？就會講，你那堵出來了後呢，就會感覺冇安全嘅感覺，因為那係堵出來，啊冇就會你來下去，對冇？那你是聽會動出來呢？啊，這樣很危險，親唔一樣。誰會來？誰？垃圾東西。看唔到嘅朋友會來啊！因為來下去。我們現在是優質節目，不是11點播的靈異節目。因為我自己會講，因為上青島，從我們這樣反折之後，我自己會蓋一個山，我就看唔到，就會挺安全。那你不要露面，你最安全啊。沒走兩個，就以前我會全部蓋起來，嘿嘿嘿。你不要這樣，很恐怖。都電影講，跟社峰嘞，最聊的時間有按電影講嗎？那你這胸都那個要蓋起來的。哎，對啊，不要送出去了是嗎？有人來出去了，來各個國家有冇？喺出國的方來基本上來就要去各個地方的賭場。哦，是興趣啦，好搞啦。嘿，那也算興趣吧。搞。哎，就好去搞一下，拿錢去打水漂。他唔好嘅，喊做對啦，不要搞到吼冇錢賺來就好。唔係啦，佢有各個國家特色，跟文化啲嘅地度，我去研究嘅。給你講哦，我其實老自己佢講下堵出來，堵出來，堵出來，係我咩唔係冇想去攞腳堵出來，係啊，唔過啊，我應該係就係腳嘅鞋啊，做唔得標。那個整齊哦，這是一種禁忌啊，禁忌不可以放整齊，一定要放亂。禁忌啦。哪樣狀況？為什麼你要放整齊？都奇怪。如果按你講，假使嘅鞋不用斜斜，就會有嘅唔好嘅朋友會停轉來。真嘅，為什麼不用斜？這只是聽說啦。去了後，我就會。難怪你下邊按呢。走唔得。難怪你見上我嘅腳動出來都唔明白。唔係唔過埋啲，人係愛所有嘅名廠人嘅鞋做唔得。對不對？正放啊，暗用，暗用。因為但是我就想說，奇怪，這些朋友是沒知識嗎？不是，就是那些看不到的朋友，最好不會轉過來。對啊。最好唔會，就算你比方說恰，佢咩總會來啊，係唔係？就是這種心理作用，心理的作用啊。你看，大家博謙準備好，佢拿着一太籃東西，都在黑馬街。講倆東西之前吼，我會講吼，我會問大家一隻問題哦，跟那個房間有唔好嘅朋友有關係的啦。我通講吼，你就會挑床位嘅時間，會挑唔對到強嘅嘅床位嗎？為嘛改做嘛改？因為不想看，我會嚇到，我只是因為心理需求。看到自己會嚇。你起個動嘴哦，不是，他說你是可以送用按鍵到你啊。我認為吼，我會驚看到強嘅啦，所以我起個會不過倆還有那個科學根據啊，就會你會心理的，因為你睡着之後心理狀態比較虛弱，你看到時間你起個會不起個嚇到，因嚇因最驚因。風水還像沒有講，風水沒有講。好，自然寶物嘅事件多咧哦。要幹嘛？自然寶物吼，我大擺吼去大盤店嘅時間啊。我全部都 check out 嘅時間哦 ，check out 是最精華時間，認為精華時間，認為只有30分鐘哦，只有30分鐘，該阿姨哈清掃該阿姨馬上會進店吼，所以吼你會到房間地圖吼，做啲大概東西全帶走，例如哦基本款，該像刮鬍刀啦、牙刷啦。牙線棒啊，該係基本款，一聽外帶。T 片嘅東西係嘛該？3星級以上的都有的。然後 T 片嘅東西哦，可以預言啦。然後精油啦。精油也拿。精油做的，因為大家都沒有帶。你
外面卖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你不会卖到被警察抓走，都得拿，你被抓走，我们不会去保你。因为这个在外面买很贵啊，爱弟，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。有一个问题，通常啦，我有精油的。嘅大部分就係他高級的汽車旅館。以下省略，跳下一个。唐公还有带其他的，给马改正确，就会你输还有夹子啊，鳄鱼夹，哎呦，怎么得讲？最丰盛的东西，那东西，那法圈啊，片啊。我知道他一开始做心理测验，上面讲给变装癖，对，难怪你会拿，因为用到啊，不明发现呐。冇了，然后认为吼，我西冲，我已经就了解习惯吼，动烟啊。现在呢，不好的东西我还不要咯。不好的东西，不够好的东西哦，我看起哦，我一定要挑现在要挑那种 W Hotel 的啦。哎呀，这个挺好用的这样子啊。这种东西哈，我绝对不会用，但我会带出去。哦，我带个 W Hotel 哦，我带个 W 跑店哦。炫耀用的就抽的啦。所以哦，吃穷两款啦。你听我让我抬杠。等一下。你做唔得呐！导播来 take 这个东西好不好？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要被人家抓走啦，不能做这样呢。对啊，你要打起来黑吗？大强，等下你 TV 然后抠。你不是抠，你是弄很多水，你是会滑下来。俩东西做唔得，拿枪不用转移，还在。不过吼，冻喉咙哦，你拿回家重新粘，你可以挂东西啦，抠鼻屎啦，抠鼻都可以用啊。这好，你要做这送。你根本应该北京事件多了吼，你再杯哦。喂，观众朋友，啲唔好嘅嘅习惯吼，要好拿做定拿，唔讲唔好拿嘅东西，千万唔好去拿吼。刚刚有讲到太家嘅这个怪癖，知道吼，会不会觉得尬是有你让你 Q 让，你会觉得不会孤单寂寞冷吗？至于會呢，因為像我老外嘅。啱我一盤啊，就係講一開始見面時就有大嘴鼓，就講到講唔好人家是東西嘅時節會，那個，好，會按呢，係愛啲，就會有按用嘅聲音。故事我講過，我們就是有點慶幸吧，找到指引嘅感覺，因為我剛剛試東西係先發低度係輕鬆有嘅部分啦。幾受風咯，有一隻怪片係做係係好嘅，因為我動好食東西。動好食東西，咩動好人家停食，你嘛？人家停食，就講我想吃什麼，然後我就會強迫別人，就感眼身，我也會感眼身，因為喜歡吃就會想要有人分享啊。我從細人也不用講啊，喺你食有咩喺你做，你都按回饋。這種回饋啦，然後你叫他張回饋，加離退。你就唔凶，會是你還被其實像小鳥胃遇到我就很好，而去夜市咪好，佢食一盒誒，唔過佢天天嗌紅鴨絲，佢都會食到凍到。我覺得今天最開心一定是李家。為什麼？尬是有你 Q 用誒，白痴公主咪愛迪啊！當然啦，因為像白痴公主嘅正給啊，給一個抱枕嘛，還幫開粉絲專頁。最近愛是都給怪癖病還較多，哎呀有不足，哎呀有不足還有屁股嘞，對啦，流啦。對呀，不錯，大白真人看到然後。白痴公主 Q 用啊，還會給 Instagram 留言說，我的阿雄很喜歡你，他還會回我，我就知道東方兄弟嘛。有這白痴，你大家有吃到想要去改變一下自家嘅怪癖冇至於？冇，完全冇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嘅怪癖，冇天師講法後。根本你黑白衫嘛，安尼啊？唔係我嗰隻對配你嘅冇上開係嘛？我自家嘅人生感覺圓滿啊，對不對？難怪一般一開始說是你尬事，會說是你會發會吃到你係老萬人講法，有難怪看唔到嘅配。唔係我老天師講法嘅係有平常講法，是係我設緊一三年嘅時節，唔過。
藝術空嘅人看到藝老天師徛伫背度嘅人講法，你去聽車佢就講哦，冇救咧，哎樣。哎呀，我前頭想要改變這個癖好。冇呢，因為吼，假使愛改變愛個癖好吼，愛是唔會比嘛個東西，因為吼愛改變啊，愛是從啲老皮薩講啊，相互交流啊，愛將袂啲吼嘛個東西做啲那，嘛個東西做還有還相互交流啊。對啊，所以你們有這個社群嗎？哦，開個 FB 社，冇啦。所以吼，愛咁講啦，愛自家是係愛啦，咱外吼硬要改掉那個習慣吼，反而顛倒來感覺偷羞偷嬌，乖乖。幾灰氣哦。唔係啊，我是度愛，你看從幾老嘅講話，我是度愛懂事耶。哎，你真慫你。都好，你今天是5個裡面最真慫哎。我至少要跟我的貓講話，我愛咬我就心跳，愛冇心跳，所以我是度愛唔是改啊，唔是改。所以馮呢，你是度想愛改題嘛？你平常當菜歌呢？嘿，我剛才就要講了，我睡覺啦。係啊，我也衰冇愛見有改穿嘅，我以為內面太正條，把殺傷力明冇分攤到枕頭上面。嘿，冇啊，本用佢真件條那本來曲到高啦，吼面啊、肚絲啦，哎呦，都講菜歌。菜歌。好，今日其實吼，糖豆大家分享自己嘅怪癖。其實大家真嘅唔是想講自己真係怪人，不過根據呢個調查有發現到嘛，該啦，像美國嘅發明家鐵斯拉特斯啊，就懂奇怪嘅習慣，就是他講下係嘛，鐵斯拉特斯，鐵斯拉，其實安博都會轉自己的腳趾頭100次，轉，對，就會按那水母以前會轉自己的腳趾頭100次。故說吼，那他是很有名的發明家，他講吼平常都在培養一條懂奇怪嘅怪癖，會上開到偏見嘅怪癖。應該是懂聰明。那種我冇講，可能有可能會變做發明家，也係對社會有貢獻。就係講咧，怪癖冇影響到偏見都係好嘅習慣。希望哦，喺你嘅觀眾朋友們都在培養兩個人嘅心理哦。因為當分享有等到50後生嘅老人嘅分享，你下禮拜叫人嘅時間，叫下來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古。要把太假歌，張來聊聊，來了，拜拜，張來了，好，是蒙太假來奶喵，哪個還有？係咪你想到張來了？來喵，阿雄，謝謝。